听个，这是的。大家好。听刚做老在主播推出写的这个音。今天我们给大家讲第6课时间。一寸光阴一寸金，当今世界人们惜时如金，我们也应该学会珍惜每一分钟每一秒，特别是学习的时间，对吧，边巴老师？是的。那么今天就时间一课，我们给大家讲一些在藏语中比较常用的句式。那么说起时间，我们通常用的最多的一个问句是现在几点了？谈的缺嘴卡嘴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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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几点了？现在是8点10分。缺嘴给吧，远点，干了吗？就这下，8点过10分。缺嘴给吧，远点，干嘛？就这下，8点过10分。缺嘴给吧，远点，干了吗？就这下，8点过10分。我的表现在是10点整。你缺嘴谈的就不大大些。我的表现在10点整。你缺嘴谈的就不大大日下。我的表现在10点整。你缺嘴谈的就不大大日下。我的表现在10点整。我想了解一下，你们在那儿是几点钟上班？这个用藏语怎么表达呢？开车포기를 아주缺嘴卡嘴了2个人照顾谁？你们那儿上午几点钟上班？开车포기를 아주缺嘴卡嘴了2个照顾谁？你们那里上午几点上班？开车포기를 아주缺嘴卡嘴了2个人照顾谁？你们那里上午几点上班？我应该这么回答你：我们那里上午9点钟上班。俺살아 아주缺嘴古巴라2个人照顾谁？我们那里上午9点上班。俺살아 아주缺嘴古巴라2个照顾谁？我们那里上午9点钟上班。俺살아 아주缺嘴古巴라2个人照顾谁？我们那里上午9点上班。俺살아 아주缺嘴古巴라2个人照顾谁？我们那里上午9点上班。那早上上完班几点钟吃午饭呢？我呢，人工卡拉缺嘴卡嘴了4个月。那几点钟吃午饭？我呢，人工卡拉缺嘴卡嘴了4个月。那几点钟吃午饭？我呢，人工卡拉缺嘴卡嘴了4个月时，那几点钟吃午饭？我呢，人工卡拉缺嘴卡嘴了4个月时，那几点钟吃午饭？1点钟吃午饭。人工卡拉缺嘴糖不로4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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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点钟吃午饭。那么晚上我想约您出来，那么我就要说晚上你有空吗？空么로 퇴주预备
晚上你有空吗？ 공무로 뒤츠 유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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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你有空吗？晚上我约了您，那我就在那儿等你吃饭。那么您过来以后，或许会跟我这样说：您等了多长时间？这个用藏语怎么表达呢？ 키랑 키 뒤유 링류 구바. 你等了多长时间？ 키랑키 뒤유 링류 구바. 您等了多长时间？ 키랑키 뒤유 링류 구바. 你等了多长时间？我们这里一般早上8点钟天才亮，这个藏语应该怎么说呢？ ган츠 인디르 지다 쇼베 추즈 개바라 시내 남能个有时。我们这里一般早上8点钟天才亮。 ган츠 디르 지다 쇼바 추즈 개바라 시내 남能个有时。我们这里一般早上8点钟天才亮。 ган츠 디르 지다 쇼바 추즈 개바라 시내 남能个有时。我们这里一般早上8点钟天才亮。我们学习了有关于时间方面的比较重要的常用句式。那么下面根据课文内容，我们来学习一些比较重要的句型。下面针对重要句型，我们来做替换练习。第一种句式是塔达卡日卡日日，现在是什么时间？比如现在是9点，谈的却最古不时，现在是9点。 谈的却最古不日，现在是9点钟。比如现在是12点，谈的却最中立时。 谈的却最中立日，现在是12点。比如现在是下午1点，谈的其实却最谈不时，现在是下午1点。谈的其实却最谈不时，现在是下午1点。现在是5点，谈的却最啱不时，现在是5点。谈的却最啱不时，现在是5点。那么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二种句型。第二种句型是俺子却最你他的卡着卡着是我的表现在是什么什么时间？比如现在是11点半，你却最谈的就记他切个时，我的表现在是11点半。你却最谈的就记得切个时，我的表现在是11点半。如果是1点40分，你却最你谈的谈过他刚10时，我的表现在是1点40分。你却最你他的躺不躺嘎吗10时，我的表现在是1点40分。比如4点25分，你却最你谈的西塔嘎吗？你是在啊谁？我的表现在是4点25分。你却最你谈的西塔嘎吗？你去这样个谁？
我的表现在是4点25分。下面我们来学习第3种句型。第3种句型是俺错卡日卡日拉兔多。我们什么时间见面吧？比如，我们7点半见面。俺错去最lun다7가라兔兔。我们7点半见面。俺错去最lun다7가라兔多。我们7点半见面。比如，我们3点准时见面。俺错去最松不大大了兔兔。我们3点准时见面。俺错去最松不大大了兔多。我们3点准时见面。比如，再过1个小时。俺错去最직 침别接了兔兔。我们过1个小时见面。俺错去最직 침别接了兔多。我们过1个小时见面。下面我们来学习第4种句型。第4种句型是卡日卡日我知道离婚了第1个月。什么时间？我一般在单位。比如，上午我一般在单位。我知道离婚了第1个月。我知道离婚了第1个月。上午我一般在单位。比如，下午我一般在单位。记住，我知道离婚了第1个月。记住，我知道离婚了第1个月。下午我一般在单位。比如，吃过饭以后，卡拉塞贝接了，我知道离婚了第1个月。我吃过饭以后，一般都在单位。卡拉塞贝接了，我知道离婚了第1个月。吃过饭后，我一般在单位。刚才我们学习了4种比较重要的句型，那么让我们来看一下，在实际生活当中，这4种句型是如何运用的。他的出租卡走了多哎。当他就是中意的刚就了下。俺这你公看他的俺去的。卡里让吃了一呗。俺去的你把呀干上这大家找哟。干上二来要嘛呗。我光老来下。可对老来边呗。开始老来边是。来。刚才我们在学习《时间》这篇课文和情景对话当中，我们碰到了很多新的单词。那么，下面我们对这些词汇进行重点的学习。楚播第6。楚播第6。约超过。约超过。谈的现在。谈的现在。出最表中点钟小时。出自表中点钟小时。给8。给8。就不大大正10点。就不大大正10点。karma分。karma分。pagi那里。pagi那里。学吧早上。学吧早上。2个着上班。2个着上班。宁空卡拉午饭。宁空卡拉午饭。期末
下午。期末下午。广末晚上。广末晚上。空吧空闲。空吧空闲。국等候。국等候。찌다一般。찌다一般。시내才。시내才。南라天亮。南라天亮。缺字古吧9点钟。缺字古吧9点钟。缺字中午12点钟。缺字中午12点钟。缺字躺不1点钟。缺字躺不1点钟。缺字阿吧5点。缺字阿吧5点。缺字洲际塔切个11点半。缺字洲际塔切个11点半。体育时间。体育时间。人率多长长度。人率多长长度。缺字躺过塔干嘛洗就1点40分。缺字躺不躺干嘛洗就1点40分。缺字洗塔干嘛你去站啊4点25分。缺字洗塔干嘛你去站啊4点25分。兔见面。兔见面。大大准时。大大准时。庆过走。庆过走。节后来之后。节后来之后。起自语准备。起自语准备。强烈事情工作。掐列事情工作。当派遣。当派遣。格桑格桑。格桑格桑。美国。美国。落力回到。落力回到。可退何时。可退何时。卡萨昨天。卡萨昨天。古修呢等着。古修呢等着。约马日不在没有。约马日不在没有。陆勇回来。陆勇回来。这戏扎西。这戏扎西。苏接。苏接。大看。大看。前面我们学习了有关于时间方面的常用句式，学习了词汇，我们还进行了情景练习。那么到了西藏，面对藏族朋友，您能灵活地运用这些句式吗？好了，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儿，解码解用。让我们下堂课见。